亲爱的有兄弟姊妹，大家平安，平安。请咱即时来吟今仔要吟的圣诗，吼，咱来吟新圣诗126首，新圣诗126首，这是无共版本的美妙主耶稣，美妙主耶稣。咱第1节甲第2节来各唱一次，哈，来。变快乐，无第2段，再来一遍好无？第2段，清脆的草坡，来。清脆的草坡，树难的甘露，春天的树花草花，拢不给耶稣，拢不给耶稣，你和我有。快乐。第2首是441首，441首，这旋律大家拢真熟。上帝圣神引带保护，上帝圣神引带保护。同款第1节甲第2节。上帝圣神引带。上帝圣神日日的引带、照顾、保护咱。咱即时要准备来敬拜而了，今仔是
9月份的第一天，也就是9月份的第一主日。那么伫日出到日落的所在，拢要来学乐主，学乐咱的上帝。来，请大家起立，用欢喜的心来学乐咱的天父上帝，来拍拍学乐咱的上帝。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上帝奇妙的听。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上帝至圣的名。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耶稣尊贵的名。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耶稣尊贵的名。天天存在的所在，天高日落的大海，我要唱歌予人知。伊有丰盛的慈爱，伊有信实到万代，我要唱歌予人知。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诚心真意的听。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诚心关灵的名。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三位一体上帝。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专业专是上帝。天天出来的所在，天高日落的大海，我要唱歌予人知。伊有丰盛的慈爱，伊有信实到万代，我要唱歌予人知。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上帝奇妙的听。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上帝至圣的名。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耶稣宝贝的名。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耶稣尊贵的名。天天出来的所在，天高日落的大海，我要唱歌予人知。伊有丰盛的慈爱，伊有信实到万代，我要唱歌予人知。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诚心真意的听。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诚心关灵的名。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诚心真意的听。我要唱歌来学乐，学乐三天三地上帝。天天出来的所在，天高日落的大海，我要唱歌予人知。伊有丰盛的慈爱，伊有信实到万代，我要唱歌予人知。天天出来的所在，天高日落的大海，我要唱歌予人知。伊有丰盛的慈爱，伊有信实到万代，我要唱歌予人知。哈利路亚！感谢我的主，感谢主，哈利路亚！来向前，向天上帝讲，来向前，向天上帝讲。来向前，行弟兄弟讲，来向前行弟兄弟讲，来向前行，哦，来向前行弟兄弟讲，来向前行，哦，来向前行弟兄弟讲，来向前行弟兄弟讲，来向前行弟兄弟讲。来向前行弟兄弟讲，来向前行，哦，来向前行弟兄弟讲，来向前行，哦，来向前行弟兄弟讲，来向前行，来向前行弟兄弟讲，来向前行弟兄弟讲，来向前行弟兄弟。来向前行弟兄弟讲，来向前行，哦，来向前行弟兄弟讲。
向前行。哦，咱向前行，志上第强。请你甲厝边隔壁讲，咱向前来行伫上帝的工。咱向前行，上帝的工。哈利路亚，感谢哈利路主。亚。主伊有美好的引带，日日来照顾咱，也圣神做工伫咱中间，圣神上满伫咱中间，咱有感觉有平安有喜乐，咱也满心拢有感恩，所以感恩就用嘴来念出诗歌来学着咱主，真正上帝有无比无限。无穷无尽的疼痛，好顶恩典，要咱报答呢？咱用诗歌来吟诗，学到咱的主。真心的心，含火的灵间，开我心吧，我会花的人感恩的心，也就是了我罪。对你要来的温柔谦卑，我的恩典，你看我最宝贝。我的恩典，你使我最前进。我的恩典，你用尊贵荣耀对我冠冕。我的嘴要学了你无听，真实的心含好伫你面前，为我心吧，互我会看见，能感恩的心，也就是了我罪，对你要来的温柔谦卑，我的恩典，你看我最宝贝，我的恩典，你使我最清气，我的恩典，你用尊贵荣耀对我冠冕，我的嘴要学了你无听。打开我双手耶，你已经提起我所有担当，你已经安慰我所有伤悲，你的名看得完我了你，我的恩典，你看我最宝贵。我的恩典，你使我最清气。我的恩典，你用尊贵荣耀对我冠冕。我的嘴要学了你无听。我的恩典，你用尊贵荣耀对我冠冕。我的嘴。要学了你无听。请咱三甲来祈祷。万军营的天父上帝，三位一体的主，你是有丰盛的主爱，你的信实到万世代。我主，我要伫你的施恩宝座前唱歌吟诗来。敬拜学了主你，我要用着感恩的心，我的嘴要学到你无停。主啊，伫你的听的内面，我无惊吓；伫主你的听内面，我要勇敢来按着主你予我的使命来跑走。我要按着主你所调我的使命来服侍你，来敬拜你。主啊，阮知影你的话语带着快乐，你的话语就是阮脚前的灯，路上的光。主啊，你也就是教会的头，阮每一位兄弟姊妹拢是主你的肢体。阮要
专心来倚靠你，无论拄到什么艰难困苦，无论是顺境或者是逆境，阮拢要专心来倚靠你，专心来信靠你，专心来服侍你。主啊，求主你保守阮泸州教会会当亲像主你教示，会当彼此相听，会当同心合意来起造阮的泸州教会。主啊，恳求主你圣神亲自来引带，主你亲自来掌管伫阮的泸州教会。哦，主，未来泸州教会，恳求主你大大来复兴。主，恳求主你也为着泸州教会来为阮备办良木，来继续来牧养阮遮羊群。主，阮将阮泸州教会每一位兄弟姊妹，拢来交托伫你的手中，也将阮的泸州教会完全来交托伫你。阮也献上阮的祈祷，献上阮的敬拜，愿主你来感动。阮安尼祈祷，拢是奉靠救主耶稣基督的名来求，阿门。大关灵的囝，恁着将荣光快乐归予耶和华，归予耶和华，就将耶和华的名所应该得到的荣光归予伊，用圣洁的尊塔敬拜耶和华。现在咱同齐起立来敬拜咱的上帝，美妙主耶稣，126首，咱同齐同心来吟诗。
请坐，请坐。咱同心来祈祷，主必听阮的阿爸爸上帝，阮用感谢入你的门，用恶乐入你的圣殿。阮对阮的心底唱出对你的慈爱甲美妙的诗歌。你为阮的罪欢喜降世，荣光甲尊贵，恩典甲慈悲，永远到永远拢属于你。阮是你草场的羊，敬畏你是智慧的开始。你的慈爱归伫敬畏你的人。既若听你的话来行，就是将厝起伫石盘顶。你也假使阮讲，心灵丧乡的人有福气，因为天国是因的；忧闷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接受安慰。温柔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承接土地；要喙干、心无义的人有福气，因为因要得到把助。信心伫阮中间安静阮的心，开阮心神的目睭，互阮全心全人拍败伫你的面前，互阮来得到你宝贵的话语。成做阮的恩典甲祝福，互阮行伫上帝的光明内面，敬虔拜咧阮的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主听阮祈祷，主听阮祈祷。这咱即条咱要来启应，咱掀开新诗诗后壁面，启应文第25篇，诗篇103篇。像这我来替咱同齐来应。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伊赦免你拢总的罪，伊救你脱离死亡的陷阱，伊用逐款好物，互你一世人把足。上主施行公义。上主有慈悲，有仁爱，伊袂久长责备，伊袂照咱的罪过责罚咱。天离开地有偌悬？当离开西有偌远？老爸安怎疼惜家己的囝儿？因为伊知影咱受造的本质。人咧，因的性命亲像草。风一个吹就消失，毋过上主永远疼惜敬畏伊的人，就是遐个遵守伊的约。上主伫天顶设立宝座。有大权能的天使听叹上帝的话，咱同齐做声，恁拢着称赞上主。
所有的天君执行伊旨意的车赛啊！伫伊掌权逐所在，所有的被造物啊！做声，我的心神啊，着称赞上主。即点，咱要信歌队要带领咱来献诗，新的概念，新的概念。我用新的诫命予恁，就是恁着三听，亲像我捌听恁，恁也着安尼三听。恁若三听，众人要对安尼知，恁是我的学生。我
感谢圣乐队将新的界面，搁再一遍，互咱伫咧带领咱，互咱搁较一遍体会，咱若安尼相听，正人要对安尼知，咱是耶稣的学生，所以咱着彼此相听。错只，咱要做念十诫来做咱的信仰的告别，听这咱同齐起立。第一届，我以外，你毋通有别个上帝；第二届，毋通为着家己条件偶像；第三届，毋通滥杀亲了我你的上帝的名；第四届，着记伫守安好你，守伊做事；第五届，着孝敬你的老爸、你的老母；第六届，着毋通害死人；第七届，毋通行奸淫；第八届，毋通偷窃；第九届，毋通做假的工钱，伤害你的厝边；第十届，毋通贪心。兄弟请坐。线只，咱要来领受上帝的话。今日上帝的话记载伫马太福音书22章34节到40节，新约28页。马太福音书22章34节到40节。34节安尼讲，法利赛人听见伊已经踢灭撒都该人的喙，就三甲自责。其中一人做告法师的，试伊问讲：先生啊，律法中什么界上最大？伊甲伊讲：你着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界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以上。有主将你的话刻了伫阮心。一点，咱敬听的国神牧师，伊今日要讲道的主题是最大的概念，最大的概念。咱即了将时间交互牧师。弟兄姊妹，大家平安。咱顶礼拜已经开学，所有学生拢陆陆续续爱转去学校来上课。我上帝希望帮助咱的主流学生以及咱的青少年朋友，甲接续要开学的大学，咱每一个学子学子，咱每一个学生伫学校学习，拢会当明上帝听堂，来学习学问，来学习知识财物。上时嘛学习要安怎甲人相处，特别是人际关系，伫人际关系爱维持好，安尼才会当做一个怎样要安怎甲人相处，要安怎相听。如果若无法度甲人维持迄个好的关系，安尼人甲人的互动，检测就无法度有好的互动，检测就有侪的窒碍。检测有侪无法度进行对伊个人人生的事有好的进行甲帮助。以色列犹太人因原本只有守10条诫，原本只有守10条诫，就是咱拄仔所读的10条诫。但是后来不断增加，到最后要做的诫命有248条。袂当做的诫命有365条，总共加起来有613条，遮尔多，所以变成遮尔多的诫命，咱要安怎守？所以当这个撒都该人这个撒都该人耶稣已经踢掉因的喙了后，这人自责了后有一个律法师所以这法利赛人因看见耶稣踢掉撒都该人的喙。这法利赛人其中一个律法师就来试探耶稣，问伊讲：先生，律法中的诫命，倒一条是上大的？所以613条的内面，要去经倒一条是上界大、上界要紧的诫命，安怎来守？原本只有10条诫命，其实咱做看10条诫命来看，10条诫咱拄仔已经有读过。
前4条拢是人甲上帝的关系，最后对第5条开始到第10条是人甲人的关系。所以原本只有10条诫，所以10条诫你若搁改伊精简精要，伊的大纲就是人甲上帝的关系，以及人甲人的关系。所以第一诫就甲咱讲，咱毋通有别个上帝，就是讲除了上帝以外，无有比上帝搁较要紧的事，无有比上帝搁较互值得咱来追求的事。所以做基督徒的咱，所以除了上帝以外，除了主以外，咱无别个上帝。咱知8月时，咱拢讲是民间乐啦民间信仰到底民间的神有偌济？因要拜的神到底有偌济？但是咱的诫命甲咱讲10条诫讲，除了上帝以外，除了咱的主以外，无别个上帝。第二条嘛，甲咱讲，毋通为着家己雕刻偶像，无论天顶地下所有伫水中、伫空中、伫海里、伫地上，甚至是涂骹底所有的生物、所有物项物件，咱拢袂当掠伊做要紧，袂当来拜因，因为只有上帝以外。所以咱看侪的民族，也是侪信仰，有人感觉这个石头真大，这个石头就变石头公咧甲拜；有人感觉这张树仔真大，伊就变成树头公咧甲拜。甚至是这个树这个树仔足大丛，路要开袂过，就安那细路。咱遮就有一丛迄个石墙街一条迄个即个杏仔树所以咱看到讲，人对大自然的敬畏，这是人天生对大自然的敬畏。但是只有上帝以外，这大自然的后壁只有上帝那定。所以10条诫佮甲浓缩，就是安那，除了上帝以外，无别个上帝。了第4诫甲咱讲，会记得安息日来守伊做圣。所以这前4诫甲咱讲，只有上帝最要紧，只有掠上帝的名，值得咱来尊重、来敬畏，以及咱来守圣日来守伊做圣，因为6日咱允困做工，了第5诫开始就爱孝敬父母，袂当害人，袂当行奸淫，袂当偷体，甚至袂当做假干净。你陷害厝边，袂当贪恋咱厝边下只的萝卜、乳猪、牛、驴，以及所有的物件。所以人甲人的关系，以及人甲上帝的关系，对10条诫来看，咱已经记了真详细。所以法利赛人对10条诫以外，犹太人本地爱守的只有10条诫，了后甲伊增加到613条诫的时，法利赛人问耶稣，倒一条是上界要紧？所以对这个诫命，咱重新搁转来透伫10条诫内面，只有2条咱爱守的，就是咱甲上帝的关系，以及人甲人的关系。基督教的信仰的价值伫倒？就是伫咱的十字架顶，咱注意看边仔的人，又挂十字架破咧无？有挂的举手，佫袂少手放下我真袂爱挂即个项链我嘛无使咧挂手指，我还结婚戒指来找一堆因为我不喜欢被束缚啦就是讲伫信仰的内面咱也得到自由，所以我真少挂即种破链，也是挂迄个手指因为迄若互我挂可能烫一个雨衣迄金仔可能就无去我定定拉东拉西，所以我尽量我的身躯顶面的很清晰我嘛袂爱赤字即摆少年人安尼特别是这手就有赤字毋是较早的赤龙赤凤是赤伊甲伊的物件。我嘛捌看过人赤耶稣的像，也是赤什物的像伫伊的身躯顶头。咱每一个人有伊甲伊的物件，总是咱安怎？即个物件减歹是一个束缚，但是有个人挂十字架，咱就会当知影讲伊可能是一个基督徒，可能是伊是信主的人，
所以十字架是咱信仰的中心，就十字架是真做上帝救赎恩典的记号。耶稣伫十字架顶完成救恩的工作，因为上帝的囝耶稣基督来担当世间人的罪，互钉伫十字架顶来受苦受难。所以只有这个十字架是咱救赎的记号，是咱恩典的记号。但是咱注意来看十字架，只有两条线甲伊交叉做伙。所以十字架就是人甲上帝的关系，以及人甲人的关系。这个水平，这条就是人甲人的关系，这条直的就是人甲上帝的关系。所以十字架顶面成就了上帝救恩的记号。所以咱只有高举十字架，咱只有高举耶稣救赎的恩典。所以除了耶稣以外，无任何的拯救。保罗先生嘛，伫哥林多前书有讲着讲，除了耶稣基督甲伊的十字架以外，伊无搁提别的会当救咱的，只有耶稣基督。所以因为伊定着安尼事伫咱的中间，咱拢爱知影，只有清楚知影耶稣甲伊的十字架。这是保罗先生所甲咱讲。所以咱要成就最大的改变，就是人甲上帝的关系，以及人甲人的关系。所以咱伫信仰个别的内面，咱爱高举耶稣，高举十字架，嘛知影讲，咱的信仰就是人甲上帝的关系，以及人甲人的关系。安尼，即两个关系要安怎来成就？对法利赛人来挑战耶稣，倒一条诫命上大？耶稣嘛该回应讲：你着尽心尽意、尽性来听主你的上帝。哦，即条诫是上大的。第二个嘛三亲像。就是讲第二条诫甲第一条诫是共款的，就是安那听厝边亲像家己，听厝边亲像家己。所以耶稣讲，即两条诫就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就是即10条诫上界大个要紧的事，以及犹太人所爱守613条诫命的内面，上界要紧，就是上界根本的事，就是人甲上帝，以及人甲厝边、人甲人的关系。咱常常嘛会拄着一般的人，也是无信主的人，甲咱问讲一寡的问题，亲像耶稣去拄着法利赛人，也是去拄着撒都该人，也是去拄着一寡人甲伊请教讲为什么天主教甲基督教有啥物无共款？你感觉拄过人安尼甲你问？有。是安尼表示讲，咱爱有安尼知识甲知吧。所以咱基督教，咱爱常常透过圣经的知识知识来回应人，敢毋是？安尼，但是圣经无记载讲天主教甲基督教有啥物无共款，所以咱个爱搁对其他来充实家己。所以伫神学院的教育的内面，除了圣经以外，还爱搁读神学。神学是遮个神学家。因研究也是对整个历史社会来归类诶人甲上帝的学问，所以有透邦神学，有自由神学，有等等遮个实践神学，甚至有教理学，爱读遮个物件来充实家己的知识知识，所以咱才有法度来应付一般人所甲咱提的问题，亲像耶稣一样。所以耶稣。知影遮个教导，伊就安尼回应讲：，这个界是大个，是头一个，就是安那爱甲上帝关系来维持学好。咱每一个人，有时咱拢会拄着一寡人甲咱问，所以耶稣嘛甲咱讲，正手做的安那，莫互倒手知影。所以嘛有人甲咱挑战讲：，我打你的右脸怎样？你左脸还要让他打？这就是耶稣嘛，这就是咱的主嘛。所以耶稣基督过活了后，照你讲，耶稣基督过活了后，第一件爱做的代志是啥物？咱敢有去想过？第一件代志要紧的事，就是去找甲伊钉十字架的人啊，敢毋是？咱一般的电影、一般的小说、一般咱所读到，就是讲爱去报仇，对不对？但是耶稣较毋是安尼做，耶稣显然互伊的学生来看。然后耶稣听这个学生，耶稣勉励这个学生，耶稣甚至
用这学生真做要传福音上界基础、上界要紧的人。但是耶稣的学生，敢是有知识、有财物，也是有身份、有地位的人，拢毋是。甚至耶稣的学生嘛，非常的要求，当去教伫加利利海伫遐重新做讨戏的人。总是耶稣勉励因，就起来去招万百姓来成做伊的学生，互因成做耶稣的学生，成做基督的门徒。所以咱知影讲，咱若无法度听上帝，无法度听人，安尼咱要安怎成做耶稣的学生呢？愿上帝使用帮助咱，互咱知咱靠着上帝的救恩，互咱凡事兴盛，身体勇健，咱的灵魂会兴盛。这个福气要临到咱，咱要成做耶稣基督的门徒，甲耶稣的学生，就是这是上大的诫命所甲咱提醒甲勉励，嘛是耶稣透过法利赛人咧甲伊挑战的时，伊用安尼话来回应，才会挑战伊的人。如果咱也无法度用咱的行道、用咱的行为来回应挑战咱的人，安尼咱就会互人绊倒，互人感觉讲啊，咱做基督徒，咱只不过是用嘴所讲的，无用咱的行动来表示。所以愿上帝帮助咱。这律法师咧试探耶稣，咧问讲：这条界啥物上界大？耶稣就甲因讲：第一听上帝。第二个听人，这就是为假的听，是为假顶的听。所以耶稣甲因讲：真心、真性、真意听主你的上帝，这个界是大的，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听厝边亲像家己。所以咱一生爱真心、真性、真意听上帝，为什么？因为上帝拣选咱遮的，咱罪恶遮尔多，咱犯的错遮尔多，咱遮尔多的问题的人来听上帝，咱毋是完全的人，所以耶稣来是要招遮的罪人，要招遮的世上艰苦的人，要招遮的世上需要听的人来听伊，来听人。所以听上帝的人嘛，着爱听人。你敢有人讲啊，我干那要听上帝，我无爱听人，袂使。听上帝嘛爱听人。要牧师今仔日最后一次讲的顶个甲大家的道别要讲的话有道歉要讲道谢，要道爱。咱教会上大的听就是安那，咱将咱的门甲伊抛开，互人会当入来教会。我会记得我当牧会开始就是安那，将教会门甲抛开，互人会当入来教会。当我咧拍门拍开的时阵，厝边的人讲。恁这教会关足久的安尼，恁这教会门关足久的，敢若大概经过门拢关起来这门甲拍开，倒人的好奇，边仔人倒好奇讲，恁这教会是安那？听讲有2个少年要来哦，2个少年的当时会来，我就甲伊讲，2个少年就是我，甲伊你来拼教会哦，阮隔壁隔壁是农会超市这边是咧做咧做嘛是做生意的教会边仔有一个公车的站牌，所有要往南往北所有要来坐公车的人拢来遮坐车，特别是因拢定定坐车去到北部、中北部，因拢讲顶头啦，拢要去顶头所以遐定定人定坐公车的人伫遐来来去去来来去去。因看到教会门就拍开，因嘛好奇，你来看讲这就是教会是啊。所以第一，咱要听人的时阵，咱先爱拍开咱的心门，嘛爱拍开教会门，互人知影讲教会是生做啥法，是毋是？我定看到遮，咱这个正门拍开了，侧门甲拍开，就人安那行抄近路安尼因行过拢会安那？你敢知因行过拢会安那？伊拢安尼。看一个咧，你拢爱看一个。哇，这是啥？教会是啊。你讲咱教会有啥物会？咱教会有一个扛棒，对无？有一个 logo，顶面有3个数字，
有一届有人甲我问，敲电话来问我讲，啊，你们教会好像有那个 logo 那个记号，啊，里面有那个数字，那个是什么数字啊？我讲奇怪，我无注意到呢。后来我就走去看吼，迄个数字是啥？你知无？19736月22，对吧？吼，咱拢无注意看吼，有足侪人注意看咧。伊讲那个是你们教会的社教的日子，对，吼，对啊，别人搁比咱注意搁较清楚呢。恁拢毋知影，恁逐礼拜来去，外口的人看甲足真重的呢。所以愿上帝帮助咱，吼，咱的教会有真侪人，吼，拢点点咧做，吼，礼拜六点点来做工课，吼，啊，将来伊嘛袂讲，袂讲啥物货吼。所以讲，咱正手做的，安那倒手毋知影，倒手做的正手毋知影。所以咱爱做到即种的程度吼。所以咱听教会、听社区，把这门拍开吼，互邀请人进来教会。我会记得教会门口有一个伊咧走车，吼，伊毋是客丁车牌，伊是民家的车吼。迄个落公车的人若落来，吼，有当时伊要方便。伊就叫车，即个兄弟拢伫咧教会门口，伫遐咧招人客，人坐久人就熟啊，吼，讲我要去佗，吼，有一日，即个兄弟就讲，吼，恁教会，吼，门拍开啊，吼，我看安尼，吼，有囡仔来教会，我看你定定去载人，吼，来教会，伊讲，遮个囡仔吼，拢是安那顽固分子。伊讲这吼拢伫庄头吼，拢是安那搞怪吼调皮的囡仔。看遮个人较会来教会，遮人较会来教会上教会的周末儿童呀。但是遮个囡仔一届、两届、三届来，即个走车的兄弟，伊无信主，吼，伊无信主，伊就对教会真好奇，伊就讲遮个囡仔，你去甲因载来。看因伫社区安尼慢慢有一寡成长，有一寡改变。伊讲，遮个囡仔有诶拢足搞怪，但是因来教会了后，就拿来拿有主诶稳定伫因诶心上。吼，因唱诗歌了后，因读圣经了后，会改变因诶活命，改变因诶生命，改变因诶一生。即个兄弟讲，教会无简单，收集遮个有问题的囡仔，来教会出入，一日、两日、一个月、两个月过，即个兄弟伊咧走车，伊就讲我讲，安尼教会哪来哪侪人，有人入来，所以透过侪的工作事工，咱就知影讲，其实外口的人，伊拢知影咱的教会咧创啥物，所以愿上帝使用帮助咱。咱爱做的是啥物？听上帝，甲听人。愿上帝帮助咱的教会，知影讲这是上大的诫命，对耶稣所讲的，真心、真性、真意听上帝。第二个也三亲像，就是安那听人，听厝边亲像家己。所以咱若要对待家己，咱就安那对待人。咱对待人，就爱用对待家己的方法来安那对待。咱的兄弟姊妹，安尼才是上重要的，吼！安尼才是上要紧的事，安尼才是会互咱所读的圣经会当家行出来，家活出来。圣经是爱家行出来，吼！圣经毋是敢读尔，圣经是爱照主的话读了后，佮家伊行出来。所以咱常常咧读10条诫命，也是咧。读即个新的诫命，也是咧读咱今仔日，互咱所读的即个经节。咱注意来看，讲遮个经文拢是咧帮助咱怎样伫咱的生活的中间来行出来。所以耶稣的学生，并毋是遮有身份、有地位、有学问的人，但是因经历圣神开力的改变了后，因诚做无相款的人。因诚做为着耶稣、为着福音顺道顺教的人，咱敢有法度为着咱的教会、为着咱的兄弟姊妹
做遮个事吗？检查咱做袂到。但是安那，咱的主为着咱牺牲伫十字架顶，咱的主为着咱会当甲上帝搁好顶死伫十字架顶，所以咱对着耶稣基督的疼，咱敢无讲爱付出搁较侪嘛？所以愿上帝帮助咱，耶稣用伊的一生成就咱，互咱会当定心甲上帝搁好。如今咱的教会伫遮设立偌久，150几年，150几年来看，咱所爱付出的是爱超过遮会才对，愿上帝帮助咱，互咱知影讲爱守的诫命遮尔侪条，但是安那只有2条通守，就是安那疼上帝、疼人，所有的根本拢是对这2条来延伸出去。所以咱的教会较侪讲上帝的话，有侪侪的规定，有侪侪规范，这是要互咱的教会搁较有规矩，互咱的教会搁较有一个制度。这是一个制度，这个制度的内面上较要紧的，嘛是伫圣经，嘛是对这2条诫命。愿上帝帮助咱，互咱的教会搁较进步，互咱的教会搁较有上帝的疼，充满主的疼伫咱的教会。就是安那，咱来用心来听主。咱基督会参加的人虽然无侪，但是安那参加基督会的兄弟姊妹，遮个人拢是恬恬的人，遮个人拢是安怎？要紧教会的事，要紧遮个集体，集体的事，要紧遮个需要关怀、需要疼痛的事。所以遮个人来到教会参加基督会，咱接受基督会，咱有咱的长老会来主理，所以咱爱搁较用心来参加咱的基督会。基督会是上界要紧，咱教会上界要紧的事。了后遮个聚会，咱嘛爱温群参与，温群参与。愿上帝神听咱衷心来祈祷。爸上帝，你听阮，你将耶稣基督赏赐互阮，成做人类的救赎。耶稣死伫十字架顶，耶稣成就了人会当重新甲上帝搁好。主，你透过你的独生圣子来救阮，伫十字架顶，互人甲上帝的关系，以及人甲人的关系会当搁较完全。就是尽阮所有的来听主，尽阮所有的来听人，互阮听厝边亲像家己，用对待家己的方法来对待人。愿主帮助阮，互阮知影这就是上大的诫命。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这算只，咱们来吟回应诗第441首。441首，上帝信心因传保护，现在咱同齐起立来吟。就
姐请坐。线接，咱要来奉献，请书献的同工出来。现在咱同齐起立，咱来念奉献的诗歌。这请坐。煞只，咱要来读今日的金句，马太福音22章38节到39节。马太福音22章38节到39节，咱来读两解。即个解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拆厝边亲像家己。即个解是大个，也是头一个；第二个也三亲像，是讲你着拆厝边亲像家己。马太福音22章38节到39节，这咱主日学的学生嘛，拢有背起来，鼓励咱大家拢家背起来。好，咱煞只，咱要来欢迎甲报告。今日咱有新的朋友来到咱的中间，咱来欢迎。这是唐淑秋还是李淑秋？淑秋姐还在吗？还哦，淑秋姐妹很棒哈！淑秋姐妹讲是住伫泸州是姐姐带来的，姐姐是。哦，太棒了，哈！欢迎哈，回娘家，欢迎回娘家就来这里，哈。好，雅婷姐妹，雅婷，哦，雅婷住伫仁爱街哦，哈，哎，她是原来所属的教会是屏东东港教会，哈，然后伊目前需要咱大家。该到相当的所在是，伊即马伫创业初期，伊是居家服务经营负责人，吼，哦，也挺真有活力的人，吼，欢迎泸州教会讲做你台北的大家庭，吼，好，搁一个王杰姐妹啊，王杰社公司吼，是甲雅婷斗阵来吗？吼，因就是伫创业，对教会开始来关心，是吧？好，真欢迎，伊是社工师，好，咱甲云丽拢是同业，则大家互相分享，搁一个是唐淑珍是嘉义长老教会，淑珍啊，嘿，
淑珍的是姐姐带来的，哎，好，淑珍姐哈，淑珍姐妹，还有淑秋姐妹，那个雅婷跟王杰哈，欢迎哈，现在咱来请因起立，咱来家己，我们来唱欢迎歌好不好？来，听好咱做一个，听好咱自己最敬畏，听好咱自己最敬畏，兄弟教会大家最敬畏，听好咱自己最敬畏。啊，欢迎哈，欢迎，好，请坐。线接报告的部分哈，今日小等咱来请牧师帮咱举行9月份的庆生哈。今日1点半哈，召开定期的中职会哈。原本是咱本会小会新任的小会议长杨承恩牧师来主持哈，请长子同工准时出席哈。那因为咱的牧者有一寡伊个人的代志无法度到，所以请咱的代志长老吼，秀兰长老来主持吼。那9月8日吼，主日是圣经行业的奉献主日，请遐这关心代祷。9月14暗时吼6点半，敬拜赞美培训会吼。敬拜的部分是方月姐妹吼，司琴是慧文老师，主理是俊宏长老。主题是音控跟和声同工之间的搭配哈，请敬拜赞美团员务必出席哈。为什么吼特别要安尼讲的是，因为甲各位咱兄弟咱大家互兄弟了解吼，其实所有服侍的同工吼，因拢真敬虔伫因的个人的准备吼，嘛伫个服侍中间吼受救助吼，因为欢迎大家会当帮助都投入咱即个事工的服侍的顶面，也请为咱教会所有服侍的同工吼，咱来甲因关心代祷吼。那另外本会信德奖学金吼，自9月1号到22号提出申请吼。国小、国中成绩评量方式，伊得列出等级，无法看出实际上成绩，就请减负实际的分数成绩吼，就是向学校另外申请吼。各单位请伫9月29日进行吼，完成明年度同工的选举，也就是咱9月份吼，就是各团体同工吼的改选拢已经伫进行，咱请为这个事工代祷吼。所有的团体，咱的团体拢是吼同工，大家吼安尼轮流来服侍吼，轮流来服侍，或者是互大家更较了解服侍甲咱生命中间的实践。吼，甲咱信仰生命的实践。另外一部分，咱伫服侍的中间，吼，体会咱甲教会有一体的关系。吼，搁来就是咱伫服侍中间受真理，吼，就是受信心的真理，吼，会栽培会搁较深，吼。所以邀请咱大家平凡心，吼，你若有感动，咱同齐来服侍，吼。搁来就是拄则咱牧师特别甲咱提醒讲，吼。煞接的周三读经祷告会吼，因为邀请大家咱来拥有出席吼，来陪读圣经、守望教会，彼此代祷。最后会计报告8月份的收入是357615块，支出是205146块，结余是152469块。吼，好咱即点咱来邀请牧师为咱主持今日咱9月份的庆生会。寿星简黄富美，仁和长老、国祥长老、春兰姐、雅展兄、慧素姐，信梅姐今日无来吼。国民兄、美英，还个国昭，个于杰、婷宇、杰文、佳音等来，大家出列哦，祝你生日快乐哦，吼。虎尾姐今日也无来吗？哈，虎尾姐无来，嘿，好。
请牧师为遮寿星祈祷，好无？咱当心来为着9月份生日的兄弟姊妹来为因祈祷。特别上帝，阮感谢你，我们为着9月份的寿星来为因祝福。愿上帝你使阮听因帮助因，互因的性命因为耶稣基督成做因人生的救赎甲帮助，互因伫罗州教会嘛成做教会的祝福。嘛，互因的侍奉，互因的服侍，互因的家庭，因的工作，拢会当兴盛。愿上帝你赐予因有健康的身体、勇壮的心灵，帮助因身躯、心灵拢勇壮，帮助因的性命更较火热来侍奉主，互因的性命伫罗州教会成做罗州教会的帮助。愿上帝你加添因恩典，加添因恩赐，嘛，互因伫因所行的路，主你看顾因带，互因的年岁加添，因得着人的疼，得着上帝的疼，哪加添？愿上帝是阮所祈祷靠主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寿星生日快乐！煞遮咱搁有一个真重要活动，咱今日咱知影，咱今日是咱牧师伫咧咱的主日讲台内底最后一届出现吼，真侪兄弟真有感吼对咱兄弟知影，咱两位牧者要离开咱的牧师，要离开咱的教会开始，就真侪人真有感的心吼真艰苦心，就讲要离开安尼吼，要分离安尼吼搁甚至人讲吼，拢是恁顾无好势，才会互牧师离开安尼吼实在是吼，这上帝信心引传吼牧师服侍坎站，伊就到一个坎站安尼吼，咱嘛着爱顺服这信心的引传安尼吼，而且我相信伫咧这中间吼。咱的牧师因是哪服侍哪勇壮，你有相信无？阿免吼，哪服侍哪勇壮。所以因伫咱罗州教会，敢是这4年半，敢是简单的服侍尔嘛？毋是啊，对无？是上帝伫栽培因，搁要搁较往进前行，搁较大的服侍路径安尼吼。所以咱拢着有安尼信心。所以咱小会吼，除了真毋甘之外吼，咱小会也要吼，除了就是咱牧师到8月底吼，时间了之后，咱就并请中会，咱有派一个小会议长杨成安牧师来。9月份、10月份，就是要牧师吼，要安排搬厝整理等等，嘛搁着爱去新的所在，嘛着爱适应，搁安置新的厝吼，新的无家的家庭安尼吼。所以9月份、10月份，咱就互牧师吼，就是休假。去处理遮代志安尼，所以今日上尾一届讲道中间吼，小会吼，因为有备办一份吼，咁阮的礼金吼，要送互咱两位牧者吼，咱就请咱的小会书记吼，代表咱教会来表达咱这心意。各位兄弟，恁讲安尼做是毋是真合意啊？对吼，是啊，咱的顺风长老伫倒。正统长老，咱邀请咱两位牧者出来，好不好？来，国成牧师，好，来，怡娟牧师，哈，好，谢谢，多谢，感谢咱两位牧者伫咱中间，吼，伫咱中间为咱的付出，吼，来，咱。我要邀请咱所有的兄弟姊妹，咱是毋是应该用祈祷的心来祈祷，帮助牧师伫咧新的服侍的时间的顶面，搁较有气力，互帮助牧师因会当搁开启新的教会生活。请咱大家兄弟起立，好无？咱兄弟起立，咱开喙为两位牧者来祈祷。吼，那求上帝信心引带因，吼，到
新的台中的笃行教会去牧养的过程中间，一切拢顺利吼。教会的圣工伫两位中心的牧者的手的内底，诚做荣耀的事工吼，诚做敬人的礼的，互咱当作开喙来祈祷。主必听阮的阿爸爸上帝，阮满心感谢互你。主要所虽然分开是阮心肝真甘，但是阮知，阮着顺服伫上帝你信心的引带内面。一切事情，一切好事，一切美妙，拢是上帝你所应允。阮只有将阮的心带入伫上帝你的面前，求上帝你来坚固。阮也感谢牧者你，阮怡娟牧师跟国成牧师伫4年前来到阮的教会陪伴阮、牧养阮。阮即个时阵虽然心肝建立足好的友谊，虽然有真甘的心，但是阮也祝福伫新的时间的里面，会当遇到上帝你大祝福，信心甲因伫着，阮手的所做拢会当成就，诚做一个伫咧敬人的教会，甲所做的手，圣工拢得着上帝的荣光。阮安尼感谢恳求祈祷，奉主耶稣的名求。咱同齐来祈祷，主必听阮的阿爸爸上帝，感谢你坚固罗州教会带领陈国成牧师甲怡娟牧师夫妇来到阮罗州教会牧养阮4年半。这4年半的时间，因两位牧者衷心陪伴阮兄弟姊妹，经过疫情的困扰，甲带领阮通过纪念释教150周年的种种的活动，超越阮信仰的根基，甲带领阮服侍的热情，栽培同工投入委身服侍，同心来建设阮的教会，成做一个有历史、有理想、有信心、有疼心甲愿望的教会。当阮顺服信心的引带，阮因要煞到台中的笃行教会去牧会，阮恳求信心，你引带坚固两位牧者伫未来的教会生涯的中间，充满信心、仁爱甲智慧，诚做上帝的精兵，诚做众人的祝福，是上帝欢喜佮忠心的好的良牧。阮恳求上帝你赐福牧师，甲因两边的家族每一个成员，心心灵拢会当勇壮，每一项事拢会当得到上帝上大的恩典甲祝福。阮安尼献上同心的恳求甲祈祷，奉主耶稣基督的圣名求，阿门。同齐请坐。咱教会甲咱的牧者拢需要咱继续同心来祈祷甲坚固信心。咱有信心引带咱，凡事拢是好事，一切拢是主所欢喜的。咱就一切拢感谢顺服，咱也替煞接也为咱的教会未来所有的事工，甲咱所有的教会的活动，咱来继续祈祷。像咱通袂记的牧师，是今仔日咱林牧师用最大的诫命，引领亲情的奉献的诗歌，甲咱今日国成牧师。也用上大的诫命，佮特别提醒咱，咱着安怎？咱第一个诫命是安怎？尽心、尽性、尽意听主你的上帝。第二个诫命也是相亲像，是讲咱爱安怎？爱听厝边亲像家己。这两条诫是全律法甲先知的总拳头，咱着要将这放伫咱的心肝内底，互咱听主，听咱的上帝，听咱的教会。听咱的厝边，听咱教会所有的一切兄弟姊妹，好，煞只咱要来念最后要念诗，信息第396首，信息396首，咱要散会，求主祝福，今时煞咱请国成牧师为咱祝祷，听这咱起立。我
做伙来领受上帝祝福。愿主耶稣基督恩典，被上帝听读，圣神的感动，甲咱正向的智慧撒到地地，嘛甲老州教会撒到地地，对即时到永远无煞。阿门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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请坐，热倒闭。